兄弟平安。感谢主，咱伫今日咱过来遮做伙敬拜。伫咱即个时间内底，咱的疫情伫主的里面，咱有渐渐较稳定。不过伫咱的敬拜时，咱嘛是因为疫情，咱有足侪改变，所以咱拢咱会用看，咱大家拢戴口罩啦，其实戴口罩要唱歌是该负担，无要紧。所以咱今天会用比较慢，较慢的歌曲，咱来做今日的敬拜赞美。这首歌咱要吟一首华语的，每一天我需要你。咱无惊吓到咱的阿爸天父面前，咱用诚实来敬拜伊。咱伫每一天，咱的生活内底，咱知咱有足需要，咱的天父甲咱做伙，以后咱伫咱的生命内底，所以咱今日咱来吟一首。我坦然无惧来好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再一次来，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那你每一天让思想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步都有主来同行。有时间才有拄到是无注意的，有时间才拄到是欢喜的。可是咱相信每一步都是主的安排。咱来吟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再一次来。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我们再一次宣告来。
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知道每一天都是你牵引着我们一步一趋，不然我们是遇到麻烦、困难，或者是病痛，我们在人看一切好像是一些是阻碍，是负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一生中任何的事，都是主你为我们来做前面的引导，我们必能跨过去，是要让我们学习更坚信你，更坚定的跟随你，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不至于失去永生。感谢你，在今天早上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面前，用诚实来敬拜你，让你的生命与我们生命连结，成为我们复活的力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第二首，在爱中相遇。然后每一天我们都会跟我们的主遇见，只要我们细品尝每一天每一时刻，我们就会发现主离我们不远。来，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在一时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在一直相扶在你大能荣耀你，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就是你更新掌管我一生，让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让圣灵来更新，让我们的一生都是主来掌管。来，我们来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让永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再一次来，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
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我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我们再来在每一天来思考。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好，我们再一次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在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将我们一生完全交付在你手中，也让我们成为你的样式。我们就像那个灯，但是我们需要光，你就是光，让我们活出真光，活出真理与美善，在这个社会中。在这一时段，虽然有失望、有恐惧，但我们知道，在你的保守里面，你让我们台湾都安全。特别在这世界上，有人看见我们台湾完全是有主你的保守。虽然在国际上受到孤立，但是主你怜悯我们，在这土地上面应许我们。让我们免于哀伤，免于死亡恐惧。我们这些感谢你，让我们开我们眼睛看见你的大能力。若不是你，我们人不能做什么。求你再一次更新我们的灵命，让我们再一次向上，在复活的力量上面，可以传扬福音给我们社会中需要福音真光的人。特别在这时刻，许多人会遇上在困难。在哀伤，在忧虑，但是我们知道福音带给我们真平安，唯有主在我们心里才有真平安。我们将一切祷告感恩献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那这咱来吟圣诗475首。475，好，摇花我经过石盘，帮赞我，搁做我关台保护所在。来，耶和华我经过石盘。帮赞我，可做款待保护所在。我期我，世上危险那阵风雨，主必先就大喜福助，愿你心内安稳照顾，养保护第一站。小细向路有为吹看，去山伊耶和华求你帮赞我，因无你拄着摇也再来一时，春日相像夫妻保庇，求你赞我给心挂意。仰靠你，第三，世上亲像父母安眠，我刷伊天好地更千早的时，念起你
伊是伊啊无去风扬，使阮平安活得太平，大声阿乐的主面前，仰无停。是，耶和华要做咱的石盘，永远的石盘。虽然看见面前有困难，总是一定会过去。咱会当大声阿乐伫的面前。咱个言今日敬拜时所谓言的信息，信息74首，有可能有较青，所以咱来甲这个歌词歌词咱甲读一下，好无？来，我所亲爱的众兄弟，大家拢着相听，有听的人对上帝生。搁捌上帝听，再来第二节，无听的人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上帝找以圣经降世，互咱得到活命。第三，毋是咱捌先听上帝，是伊大声听咱，救主为咱做挽回祭，伊听伫遮。伊听伫即站，好，我所亲爱的众兄弟，大家拢着相听，上帝听咱大到安尼，就咱也着相听，阿们。咱知这上下，咱知是老约翰约翰伫足年老的时，用迄种足成熟、足年长的迄种信仰的长辈咧，甲咱亲像甲咱讲，甲咱遮的孝子，伊拢甲孝子们，咱遮的年轻的后辈，咱都爱相听。伊用足迫切的，伊经验着上帝，伊经验着主的听，上帝对伊的怜悯，所以伊的册，咱看约翰福音到约翰1、2、3书，拢一直咧讲听，伊好像伊一个，咱亲像一个即将要转去的一个老人家，伊要把握住迄个时间，甲咱讲，咱得要相听，伊是上重要的一个交代。这种情形的，亲像摩西咧写生命记共款，伊伫是生命内底最后迄2、3礼拜，伊用伊上大迫切的心咧甲咱讲，所以咱着相听，这是咱对福音所受的。所以咱来吟这首歌74首。来，我所亲爱的众兄弟，大家拢着相听，有听的人对上帝信，靠马上帝听。好，咱来唱第4节，好不？来。我所亲爱的众兄弟，大家拢着相听，上帝听咱大到安尼，就咱也着相听。另外一首圣诗25首，应该是 A 调因为 A 调咱较熟啊。万军的主至圣的厝，是你行去所在，主要华你所倾大，迄位我大意爱。咱来吟圣诗25首。是
大意爱，我心暖默爱的无诺，他高兄弟存，心心有天有个兄弟，也我的主。地主大皮切交家己，最羞涩，盼望主在比你出来，我做我的兄弟。第43，问我的你的下下去，的人真正有福，我做堂可是相安乐，一起享受快乐。一日见你先天下去，他也前日的故，我愿讲的做叮当，我点海浪的冲，主耶和华那日子半，那准的爱保，我的眼光你所交装，传人见你家路。这咱做一个祈祷。阿爸爸，阮感谢你，你互阮有份真多你的囝儿，阮原本是无堪得的，因为阮本来毋是你所敬迄个以色列伊的百姓，却是因为主会听，伫你的救赎计划里面内底，互阮遮个会当接伫以色列基，阮有份伫这个救赎的稳定。这个稳定毋是靠阮的好，是完全是你的怜悯。所以，互阮在万事上的反省警醒，因为随时阮共款会对这场救赎的手战去，因为阮无结果子，阮听无行，阮对人的需要，阮的心无软，阮的心也无叮当，阮也无做动作。愿主你怜悯阮，互阮会晓得及时来传福音，因为我毋知阮的日子怎样。检查阮即时伫遮，无偌久，阮的性命就无去。我什么时阵会当听候等待迄个名仔才会传福音？求你互阮对阮的身躯边人开始，对阮所接触会当的人来开始。每一个拢是真侪你的使徒，每一个拢是甲福音传到互伊所会当接触的人，互人得到好处。因为阮知阿爸天父你丰盛，你有够遥尊，毋是阮会当去霸占迄个，你绝对有丰丰富富，无穷尽的疼甲稳定。阮互人，你要阁加添互阮，恳求你互阮得当教会这样真侪一个听的教会，分享的教会，互人得福音的教会。我恳求感恩，可做性命，阿门。
这咱继续刷接的敬拜。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以爱？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救。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色鸟啊，为着家己找着一个厝；鹰啊，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收，就是伫你遐的祭坛遐，徛起伫你的厝的迄号人有福气，因要直直呵乐你。伊的快乐在伫你，伊的心意色安的大路的迄号人有福气。这是咱用圣诗74首来吟诗呵乐咱的上帝。我所亲爱的众兄弟，我所亲爱的众兄弟，大家拢着三听，有听的人对上帝生，搁捌上帝的听，请起立吟全首圣诗74首。
有缘徛在用许多圣经诚侪信仰的个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壁倒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炼府。第三日对圣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伫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这时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20篇，诗篇96篇。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着向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勇敢。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伫伊的面前有尊严甲威严。万百姓的特作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着用圣洁的装坛敬拜耶和华。伫列邦中着讲，世界坚固袂摇动。愿天欢喜，地快乐。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因为伊来啦，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阿们。这时咱搁来吟圣诗，圣诗25首 A 调。万军的主至圣的厝，万军的主至圣的厝，是你徛起所在。主耶和华，你所挺大，迄位我大意爱。请坐咧吟全首，圣诗25首。
即时咱三甲来祈祷。活命主耶稣，阮感谢你，每一日你拢用你慈爱圣手引带阮行人生的道路，互阮每一个脚步拢有你的陪伴，也有阮心中充满你的同在，有喜乐，有平安。感谢主耶稣，特别伫即个武汉疫情的中间，阮要感谢主耶稣，你互阮台湾即块土地徛起的百姓，有上帝你特别的保守甲怜悯，互阮会当得到平静，也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亲爱的主耶稣，恳求你来祝福伫前线所有的工作人员，互因伫服侍过程中间无野线，有主你圣神的气力伫因的生命，互因所做每一脚步拢有你的陪伴甲引带，愿你施恩惠伫因的生命内面。阮感谢主耶稣，你用遮尔疼的疼来疼阮。当伫即个神的主日，阮每一遍来到伫主你的圣殿，阮的心仰望较无你，就是要看见主你的阳光。伫这圣殿，互阮感受到主你陪伴阮，甲阮三甲同在的喜乐。也恳求主你圣神亲自运行，通过今仔日的圣经，搁一遍，互阮明白你的教示，也互阮会晓尊主做大，也互阮知影，阮的生命在伫你的手中。愿你施乐恩惠伫阮的中间，通过今仔日牧师的讲道，搁一遍来激励阮正圣道，互阮真正伫你的内面，有主你圣神的引带甲带领，互阮的生命有丰盛。恳求主你灵运行伫阮的中间，阮要感谢主你，伫这疫情的过程中间，所有做教会拢停止聚会，用视讯来做礼拜，总是阮感谢主耶稣，互阮会当来到伫你的圣殿，这是何等的福气！愿你甲阮三甲徛起，伫即个敬拜中间，赏赐阮大的气力，也赏赐阮有耳孔来听见上帝你话命的话，搁一遍来祝福阮。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圣歌队。
这时咱来强守上帝话，记伫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以及新约罗马人书，咱大声来看但以理书5章22节到28节。但以理书5章22节。伯萨撒，你是伊的囝，你虽然知这一切，你的心无家己谦卑，竟然自高攻击天顶的主，因有带伊殿内器具到你的面前，也你甲你遮的大神以及你的后妃，拢用伊来啉酒，你搁学了遐个银、金、铜、铁、茶。就所做上帝，就是未看、未听、未知的，总是管你的喘气，定着你造物上帝的，你无用讲伊。24节，你对安尼，对伊的面前，找出迄支手写即个文字，所写的文字就是即个米尼。提克勒俄法尼信，假名就是安尼。米尼就是上帝已经算你的国运，互伊煞。提克勒就是你受亲，伫天平显明你的无够业。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互马代甲波斯人。再来看一位，罗马人书1章。20节到21节，20节。因为对创造世间以来，上帝永远的权能甲圣洁，凡所未看见伊的，对受造的物，想了就明明看见，互因无路通体托。21节。因为因既然捌上帝。若是无用讲伊做上帝，也无感谢伊，就是因的思想变做空，因的袂晓悟，心变做黑暗。今仔日讲道题目是：谁决定生死掌管命途？请庄牧师。当全世界真侪教会伫礼拜日拢无法度面对面做伙做礼拜时，感谢上帝，互咱还阁有机会，大家三见面，阁做伙做礼拜。当有人破病，连喘气都真困难的时，感谢上帝，互咱有健康甲平安。咱做伙伫今仔日的礼拜，愿天顶的上帝保守。在座兄弟姊妹，后礼拜咱阁平安三见面，也愿天父上帝，伊用伊的平安来保守咱每一个人。亲像今仔日这个圣经的故事内底，这个主角但以理，上帝伫伊真危险，互国王家等入去一个关西的房间的内底。伊虽然在狮子群当中，但是上帝保守伊平安。最黑暗的关系，亲像好狮伫咱的身边，好亲像要吞食咱，要伤害咱。愿天顶的上帝照顾咱每一个人，享受但以理的平安，嘛享受但以理的信心，建立但以理的信心。我要邀请咱伫领受上帝圣经的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耶和华阮的上帝，阮知影，是你掌管阮的活命，阮的喘气，阮的意念，拢在伫你。甚至你嘛掌管阮的运命，阮的前途。所以今仔日阮听到2559年前所发生的故事，求天父上帝，互阮认真来思考。
你真正是掌管阮生命的上帝。虽然阮连喘气，这项真简单的代志，但是阮有时却忽略伊。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阮伫今仔日，互阮重新举头看到，虽然过去阮忽略你，但是今仔日阮宣告，对永远到永远，你是阮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确无你的话，求你甲阮三合地地，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我看到一个国外的新闻，一个老阿公儿子送90几岁，伊破病了后好起来，伊感谢上帝，伊伫咧哭，医生看到伊咧哭，甲伊安慰讲：你免烦恼啦，迄个医药费虽然遮尔贵，你免烦恼，才来想办法。伊讲：我毋是为着即条医药费咧烦恼。我是咧感谢上帝，伫我一生中间90几年，我所喘气，迄个空气拢免钱。但是到当我进入家护病房伫看病的时，我才知影讲，我一日来用偌济钱来喘气。伊讲我是咧感谢，我毋是咧烦恼。兄弟姊妹，有时咱伫平安的时，并无了解讲。掌管咱活命的，就是耶和华咱的上帝。愿今仔日这个故事帮助咱，引起咱安静来思考。你敢已经相信肯定？今仔日咱做伙做礼拜咧听的这个圣经的启示者上帝，你伫一生中间想一个基督徒，你所咧追求，你咧军队甲瓦靠这个上帝，伊真正是掌管你的活命，也掌管你的前途。牧师要甲恁提醒，恁还阁做少年，但是已经到应该会当明白上帝甲恁的关系的时刻。恁还会记得今仔日牧师用但以理的故事甲恁提醒，上帝要保守恁的性命到永永远远。今日圣经讲，掌管你的喘气，迄个喘气代表灵魂，代表肉体。人活是一口气，若袂喘气，人就死。所以，伊代表讲，耶和华是掌管咱的上帝。第二，这个上帝掌管恁头前所要行的路。圣经甲伊翻译做命途，有人甲伊翻做道路。伊真正意思就是，上帝掌管恁的前途，甲将来恁所要行的道路。你还阁少年，恁拄拄开始咧找讲，到底我的将来？要成做心中的人，认真祈祷，因为但以理对这少年就肯定，耶和华上帝是伊一生的上帝。所以听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用这个古早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伫2559年前的10月，两牧师你才知。圣经也无写，但是写伫巴比伦。这个古代的古早这个王朝的内底，因的历史册顶悬清楚记这个故事。这个国王叫做伯沙撒。今仔发生的故事就是，这个人就是巴比伦王朝最后的一个国王。当这个故事发生了后，伊马上就死，然后这个王朝就结束。这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恁知影巴比伦王朝听起来，恁应该知伊是一个古代足请赢的一个国家。伊伫两河流域，伫中间上肥沃的，这个两个两河流域中间，这个所在真强的一个国王。伊的爸爸叫做，歹势我形容无写煞袂记因爸爸。伫圣经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出现有几摆，所以。伊的爸爸是尼布甲尼撒王2世。愿天父上帝用这个故事帮助咱，伫一个古早的王朝，伊伫巴比伦这个所在。后来上帝兴起波斯，波斯伫人类的历史中间讲是超级王国，亲像蒙古共款。伊是一个跨越人类的
五大洲真侪在版图的中间，包括罗马、包括波斯，拢是真强的国家。现在故事咧讲起上帝用波斯灭巴比伦、逼杀杀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看见上帝，伊的老爸尼布甲尼撒王将以色列人对耶路撒冷给抓来巴比伦，伫巴比伦做奴隶，但以利就是做奴隶，甚至有人讲伊是真做一个被阉割的这种的太监，但是伊横跨三个国王，伊甚至伫巴比伦亡国了后，伊继续做波斯国王的首席顾问。为什么？因为伊的智慧。第二，因为上帝甲伊同在能力。但你这个人死了后，波斯的国王厚葬他，尊崇他，所以带你波斯国王甲伊真尊敬，甲伊带起来。无拍算等伊死了后。将近2000年，蒙古王朝中间有一个国王，特别对巴比伦伊的墓的内底，摕伊的骨头带到伊的首都。因为伫古早这2000年内底，真侪人传说，什么人若得到但以利的骨头，就亲像舍利子，伊一定会大好业，伊一定真做一个有能力的人。但你不但记载伫圣经，伊嘛真正伫人类历史中间，真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当这个逼杀杀，伊有一日咧啉酒的时阵，这就是恁看到这个绿色牧师互恁看巴比伦王朝有分古早的巴比伦，后来新的巴比伦。新的巴比伦足短，差不多无到100年，伊伫主前626年到主前539年。所以牧师才知影讲为什么2559年，因为对公元2020年你甲推算起来，就是2559年，迄个绿色的板块，就拄就是古早的巴比伦，恁会看到阿拉伯海是上下骹阿拉伯海，后来伫这边就地中海，所以伊伫亚洲的最东方，伫这个欧洲的最西方，这个国家伊伫当时国家真大。但以利这个人的名叫做 Daniel， 恁捌听过英语的人有人叫做 Daniel 无 ？Daniel 其实 Daniel 是真正对希伯来语来，后来转做翻译了后，迄个音足共，所以连英国人、美国人，因嘛有当时因甲因的后生号名叫做 Daniel。Daniel 这个名意思叫做 Daniel，L 就是上帝。Daniel 就是审判，上帝审判，所以我一生的结局，什么人做最后的决定？我是上帝。所以不是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王，嘛不是巴比伦的国王逼杀杀。所以伫这个国王的下面，我不卑不亢，因为我只有一个上帝。所以，但你就是这种的态度咧过伊的生活的人，所以才会当横跨3个国王。伫3个国王的中间，伊甚至到有危险的时候，国王甲伊恐吓，大臣甲伊恐吓，不得不从等入去迄个塞穴。但是伊嘛无拒绝，因为伊相信死就死嘛。但是我相信上帝会救我。如果伊若要救我，死就死，因为肉体的死亡甲永远的活命袂当相比。所以，但你是一个敬虔、信靠上帝的人。所以伫黑暗的世代，伫面对一个帝国甲国王的面前，伊讲上帝审判的话。所以今仔你看到这张拄则迄张图，等下咱会佫出现。所以但以理伫这个王朝巴比伦的中间，伊宣告一句话：我的上帝是亘古长存的神，我的上帝是对永远到永远的上帝。今仔日的圣经23章，伊讲伊决定人的生死，掌管人的一切。兄弟姊妹，今仔我用这段圣经甲这个故事，要邀请兄弟姊妹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你免答应牧师，但是你爱认真思考讲，你敢愿意接纳这个耶和华，做真正正你将生命仰望的上帝？当你若认捌伊了后，你会知影讲，
伊真正是掌管咱的生命的上帝，对咱少年到一生的路way。愿天父上帝祝福恁咱在座每一个人，包括咱的囡仔、少年人，有但以理的信心，嘛有上帝所予但以理的稳定，直到恁一生的路way。主帮助咱，因为但以理伊虽然是一个互人阉割的太监，但是伊迄种的信心赢过一个帝国。咱虽然无拄到即种的即种的强权下面的影响，但是愿天父上帝互咱的灵魂永远不被恐吓，求天父上帝保守互咱的信心。所以当上帝出手，伫一个咧吃花啉酒，国王真请赢，啉到一半，阁叫人去，你去仓库内底将迄个耶路撒冷所抢过来，迄个礼拜堂内底咧敬拜上帝遐个金银的杯仔，摕来倒酒，毋知死活，因为伊毋知影讲耶路撒冷的顶悬，伊的上帝叫做耶和华，但是事实上伊知影。所以，但以理才甲伊讲：你明明知影呢，但是你无甲伊当作上帝，你阁甲伊踢笑，你用敬拜伊的礼拜堂的礼物，遐所有祭品遐物件、神圣的物件，你阁摕来啉酒夸口。为什么？但以理讲你明明知影？因为尼布甲尼撒王，伊嘛看见一个梦，伫个梦的中间，上帝责备伊的骄傲。你若倒重新看但以理的故事。约沙撒的爸爸，伫迄个梦的中间，上帝责备伊的骄傲。上帝甲伊讲：我要驱逐你，你要7年，亲像乞食同款，流浪伫旷野的中间，假做一个精神异常的人。果然，尼布甲尼撒王真正伫7年的中间受上帝责罚。7年了后，上帝予伊重新倒来掌管伊的国度。尼布甲尼撒对迄个时阵开始，伫上帝的面前学着谦卑的功课。但是伊的囝明明知伊的老爸所拄着的上帝，但是不以他为上帝。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千万唔通明明知影伊是上帝，却是暂时无上帝。注意听，咱明明知影上帝存在。但是有时假无伊讲上帝看袂到，伫咱的生命中间暂时无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故事，互咱会通伫主的教示的内底，对咱的灵命、对咱的态度有造就、有帮助、有改变。今仔即句话，伊讲米尼提起力，乌法尼新，这三个。米尼舍克力、提克力法尼新，拢是当时咧称物件的，咱咧讲华码，称推也好。米尼大概是50个、60个舍克力、提克力。伫圣经内底咧讲银一舍克力有无？迄个重量舍克勒，伫即个所在叫做提克勒。米尼本身就是大概等于50-60个提克勒。法尼新就是一半，咱咧讲就是50仙甲1箍这种的意思。米尼这个字本身甲旧约的内底玛纳，其实同样一个字根，伊的意思拢是数算。所以食玛纳的意思就是，当我咧食玛纳，就是咧算效上帝稳定。米尼嘛是算效，就是称推咧算效有偌济价值。所以上帝用伊的镜头写伫壁的顶悬，写这3个字：米尼、提克力、甲法尼新。这个人当然看无，因为上帝用阿兰文，就是犹太人咧用的一个希伯来语，伊甲伊写伫壁的顶悬。所以国王着惊的中间叫但以理来，但以理看到了后嘛着惊，头毋敢讲，但是不得不讲。所以，但以理甲伊讲，国王，你的人生到今仔日，你的生命
上帝要结束。这是一个真困难对国王讲的威胁的话，但是依照上帝的话讲，伊讲上帝已经算小你国家甲你的王朝甲你的年日已经结束 ，game over。所以伫这个所在，上帝佫继续甲伊讲，因为我将你放伫凊退的顶悬，你亏欠我的荣光，因为你骄傲，因为你随便，你用敬拜我的迄个礼拜堂的灯台，迄个酒，迄个毋是酒杯，迄个杯啊，你摕来，互你的大神，甲你的厝内的人，伫遐车花啉酒，你真假笑呢？所以上帝讲，我要互你的国家分裂。伊讲华年新的意思，就讲一提克勒1箍，甲伊掰做5角，意思就是讲我甲你拍开。但是迄个字根本身甲波斯是同一个字根，所以是一个预言，就是讲等我甲你掰开的时，有一个人要来掰开是啥物人？就是波斯人。兄弟姊妹，这是真的故事。虽然咱读的只有读到圣经，但是这个故事嘛记载伫中东真侪的这个国家的册。后来这个波斯比伊更较大。即摆你看，包括亚洲真侪，这版图。波斯的这个国王是啥物人？就是圣经内底咧讲的拿阿的大囝闪的后代。所以无怪中东真侪的这个历史文化血缘，拢甲亚伯拉罕、甲以色列人参切切，家做伙规定。因为对圣经的起头真侪故事，因着做伙共存，发生真侪代志。但伊甲伊讲，国王啊，你是你的爸爸的囝，你是你的阿公的囝。为什么伊讲会当翻译做囝甲孙子？拄则我有甲你讲，尼布甲尼撒王2世有无？尼布甲尼撒王1世，意思是讲，无论是你阿公，无论是你的爸爸，你伫因的身上，恁拢知影一项，就是因为因捌侮慢上帝，所以因人生拄着困难，但是后来上帝赦免伊。伊讲你明明知，但是你无愿意谦卑。兄弟姊妹，我特别为恁读这段圣经，诚侪恁的牧师，诚侪恁的兄弟，互牧师提醒恁，伫上帝的面前爱存敬畏甲谦卑的心，因为对永远到永远，伊是上帝，知吗？你若愿意信上帝，你坐伫这个所在才有利益。除了你信上帝，若无你伫这个所在坐100摆的礼拜日，嘛无拄伫你的灵命的顶悬，带互你敬虔的心。所听兄弟姊妹，愿圣神帮助咱，因为咱的心无简单。伯沙撒伊夸口，上帝算什么？去仓库内底，甲耶路撒冷所抢来遐个金器、遐个杯啊盘摕来，咱今仔用暗要食青草。上帝伫迄个所在责备伊，伊讲：你无敬畏我，你敬拜偶像，伫今仔夸口你是一个国家的国王。你无将荣光归予耶和华上帝，迄个上帝是什么种的上帝？手中有你的气息，管理你一切的行动。这个行动原文的意思，就是管理你头前要行的道路。意思，咱的生命的标所插的标，什么人决定？箴言19章内底讲，人心筹算，唯有上帝立定。你会当计划，你会当民望，你会当孝受，人心筹算，但是什么人成就？独独只是耶和华咱的上帝。所听兄弟姊妹，咱同齐来经历这个出手写伫壁面、美年这个上帝，伊嘛出手换伫咱的生命顶悬，伊要扶持咱，伊嘛要掌管咱。所听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这个礼拜，咱每一个人，拢真正恭敬将咱的生命通过祈祷，咱甲上帝讲：上帝，这是我的一生。对今仔日开始，我要敬拜你，
将我的性命交伫你的手中。阁有兄弟姊妹，毋通亲像伯沙撒，上帝圣殿分别做成的物件，拢是神圣，毋通亵渎、侮慢，亲像伯沙撒。上帝所分别做成的物件，人看袂到，但是上帝，伊不管是拢知影，咱怎样来使用伊的礼拜堂。所以耶稣伊要上十字架进前，伊做一个真要紧的祝福，甲整顿。伊到圣殿的时阵，伊赶出去，甲礼拜堂、甲宗教团体当作做生意的团体。耶稣责备因。这个故事咧讲起，互上帝的圣殿真侪圣殿，互上帝的教会真侪无世俗化的教会。兄弟姊妹，咱的上帝无所不知，咱的上帝掌管咱的生命，甲咱的行动。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通过今仔日个故事，甲咱讲三项代志。第一，咱定心认真思考，你敢愿意对你的心内对上帝讲？上帝对永远到永远。虽然我心中也有无清楚，也有烦恼，也有犹豫，对信心无明白的事，但是我要用你做我的上帝。我要认真伫我一生中间来追求，认真来认捌你。虽然我有真侪代志无明白，但是求你帮助我。第二，咱无必杀杀的遗憾，明明知，却是不以为然。有真侪人伫人生中间，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伊明明知，但是无注意，随便。兄弟姊妹，愿上帝保守陪伴恁。互恁对少年到一生的路尾，到人生的尽头，耶和华永是我的上帝，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愿恁的人生到面对上帝的时，你讲感谢上帝，我的生命没有遗憾。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通过咱做位当心所读、所听的圣经。也通过圣神伫恁的心内做工，开恁的目睭，互恁看见上帝，互恁对心中真正看到伊，互恁看到伊为着恁所想事的愿望，也互恁对恁的人生的中间真正去经历到伊伸手，互恁有快乐。阿们吗？求天父上帝带咱读圣经。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第一，咱真清楚知影讲，会当认捌上帝，会当敬拜上帝，是一个非常受祝福的代志。你也这恁有感觉吗？我到这个年龄，上帝开我的心，互我有一个感谢。细汉的时阵，我无遐尼强的家族意识，但是到今仔这个年龄，我感谢上帝，互我的家族，带我。认捌上帝，我嘛要甲恁讲，直到今仔日，上帝无允我收回伊对我的阿祖应允的祝福。兄弟姊妹，上帝对恁的应允要到恁的行行顺顺。对到今仔日，我的上帝毋捌互我见笑，嘛毋捌互我丧香欠亏。我的上帝。毋捌允我收回我的阿祖、我的阿公、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上帝互因的祝福。牧师要甲恁讲，恁爸爸妈妈，上帝互因的祝福也会临到你们的生命当中。兄弟姊妹，是毋是？上帝祝福恁，到恁的囝儿，到恁的孙，甚至到恁看袂到的干仔孙。这就是犹太人，这就是但以理。你甲想，当这个王朝拢过去，当但以理死了后，中东地区遐民族，包括蒙古族，包括波斯族，
真侪人还咧传说，这个但以理的上帝赏赐伊能力，所以我来当摸着伊的骨头，我来当有一块啊，上帝予伊的肉体，我一生要成做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兄弟姊妹，毋是敬拜但以理的骹头指头啊，是敬拜迄个看袂到的保守但以理的天顶的上帝。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每一个人伫你要离开礼拜堂之前，请你认真思考了后才离开。你愿意让上帝掌管你的活命吗？你愿意让上帝掌管你的家庭吗？你愿意让上帝掌管你的事业吗？继续问落去，我有甚么需要上帝掌管？主啊，将我生命中间上宝贝，就是我的运道，我的命道，我头前所要行的道路，我头前一切计划，拢在你上帝你的手中。求主祝福咱，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伫伊的灵命中间，咱通过圣经看到上帝，咱通过教会祭旗各活者，看到各活，咱看到上帝伊对生命的权柄。咱通过圣经，通过祭旗，咱对心中讲：何山啊，哈利路亚！我的上帝和耶稣各活。何山啊，哈利路亚！我的上帝要互我各活。主帮助咱伫每一摆的礼拜，拢得到造就。你要问牧师讲，牧师，我要怎样建立这样清楚的信心？人的生命就亲像对国民学校、初中、高中和大学，咱的生命有每一个阶段的功课。你若较无今仔日这个圣经的故事，成做一个hình幕，你要问但以理的信心、智慧、上帝的恩赐，甲伊三甲伫地。你对上帝讲，上帝啊，但以理有，我嘛要有，这叫做较无。你看到这个圣经的中间，你有一个感动，讲上帝啊，你对古早就是上帝，今仔日嘛是上帝，将来嘛是上帝。主求你帮助我，求你互我经历。经历就是当你较无祈祷的时，你甲上帝讨。主啊，我虽然未堪得，我嘛无有任何物件通甲你交换，遐尼宝贝你的权能。但主求你，互我知你是我的上帝。今仔日咱的祈祷词最后一句话，恁倒只读，这个祈祷词是恁做礼拜进前爱读的，毋是今爱读。这个祈祷词是恁做礼拜了对会使去读的祈祷词。伊讲，互人知你是我的上帝。也即你的上帝，敢有人看见？伊是你的帮助。对较无够经历，通过经历，咱才忽然醒起来讲：哎呀，原来我的上帝甲我三甲伫地。当你到认捌了后，你就欢喜拍开你的心门，你嘛愿意屈下家己谦卑。就亲像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王，当伊经历了7年的精神异常流浪，亲像乞食，伊醒起来了后，伊伫上帝的面前谦卑家己，求从天父上帝，互咱无拄着精神异常，才需要来信耶稣。伫咱平安的时，咱犹原谦卑伫伊的面前。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的金句就是教会为恁的祈祷。我嘛答应恁，我要常常用安尼替恁祈祷，求上帝开恁的目睭，互你我咱每一个人拢真正看到上帝，好冇？虽然咱毋是用肉体的目睭，但是咱用咱的灵魂看到我的阿祖的上帝，无互我失望。我的阿祖的上帝直到今仔日，也无收回伊对我的阿祖所回应的应允。我的上帝是一个历代伫希伯来人因的生命中间永远没有缺席的上帝。求主甲咱三甲伫地，以弗所书第16章，牧师甲教会常常提恁的名做祈祷。求主耶稣基督咱的上帝，
求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的天父，将圣神赏赐予恁，予恁真正认捌，予恁真正知伊是上帝，并且开恁灵魂的目睭，予恁看见什么？予恁看见上帝的拣选恩召，上帝叫你来就近伊，就亲像牧者叫羊群来就近伊。上帝出声叫咱，伊要予咱得到什么？得到伊的恩望，看见伊所无比丰盛的画面，佮看见什么？19节，看见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显明的能力。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要彰显能力，兄弟，你相信吗？甲主祷，求天父上帝帮助，因为伊是掌管咱的喘气，伊是掌管咱的造物、运道、命运的上帝。那你如果相信伊是这种的上帝，兄弟，请问你我咱需要做什么？如果伊若是真正是上帝，兄弟姊妹，请问你的人生需要做什么？我要甲咱分享几项代志。第一，如果你若相信耶和华真正是上帝，咱所需要的就是尊主最大，将上帝摆伫你的家庭中间上重要的地步，将上帝摆伫你人生中间上重要的地位。注意听哦，特别要出社会的青年，伫恁要踏入社会进前，恁若尊主最大，恁的一生所做所行，上帝要顾守。主帮助咱，互咱敬畏伊是真正的上帝，因为伊掌管咱的活命，代表什么意思？代表长岁寿，代表伫生命中间每一日有上帝的管领。甲伊的平安，这就是幸福。伊既然是掌管咱的命途，既然是掌管咱的前途，伊既然是为着人所陪伴，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心嘛受袂到，迄个好美的上帝，兄弟姊妹，咱头前就是上帝所有比恩望甲丰盛的画面。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对今仔开始，咱警醒咱做基督徒的身份，不要明明知道却轻忽随便。有真侪人做基督徒并无足认真，牧师无要甲恁责备。有真侪基督徒因过基督徒的生活轻忽随便，这毋是今仔才有。圣经中间咧讲一个人。伊将大囝的名分为着一碗红豆仔汤都袂掉，有无？迄虽然是一个足好笑的故事，但是恁敢知？迄个故事的背后咧讲起人的生命对家己的身份的尊重，清清彩彩。无敬畏上帝，无尊重家己。一个尊重家己的人，话袂凊彩讲；一个尊重家己的人，代志袂滥散做。有人看见，无人看见，伊拢照起工，因为伊知影有咧上帝咧看。所以第二个，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就是通过这种的警醒，你的生命有改变。不要故意忽视上帝的存在，因为咱若故意暂时无上帝，咱就要愚公黑暗。圣经讲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认真做基督徒，上帝嘛要认真祝福咱，使用咱。互咱伫即个黑暗的世代，互人知，你是伊的镜子。主甲咱三个地带，看见上帝的权柄是一个无可推诿的罪。对圣经创世纪，迄只蛇甲夏娃讲，看见上帝的话，看见上帝的命令，其实迄个故事背后就是咧讲起，看见上帝的掌权，迄是一种。生命中间最大的遗憾甲损失，求天父上帝帮助。所以但以理伊明明甲伯沙撒讲，上帝爱我甲你讲，你明明知影我是耶和华上帝，但是你骄傲、不满随便，
你竟然敢用我的礼拜堂内底圣洁的器具摕来啉烧酒，夸口你是巴比伦的国王。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好好善用，毋是得等教会内底的一针一线。兄弟姊妹，伫你圣殿内底分别做圣的性命，无搁该交互外面的世俗人来看见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助恁对恁讲话，互咱伫今仔日礼拜归荣光互上帝。因为保罗讲，对古早上帝创造天甲地，上帝的权能，上帝圣洁的本性，已经充满伫宇宙的中间。虽然有的人还阁毋知伊的名叫做耶和华，但是看到天的天，伊就看到人的谦卑，对无？伊讲浩瀚星河，就宇宙遮尔大。每一个到暗暝的时，我看到天顶的星的后壁。当我看到一粒大星，我搁认真甲看，我就发现迄粒星的后壁搁有星，永远看袂尽的宇宙的大。所以保罗讲，人明明看见上帝，无通提示。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对咱的生活、身边大事小事看到上帝的存在，就亲像德蕾莎小女伫一个乞食的需要，看到耶稣对伊的呼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亲像保罗的责备。愿得当教会大汉的囡仔，每一个囡仔拢敬畏上帝，明明认捌上帝，嘛真正敬畏伊，尊重伊的名，无计较。因为咱看见无注意，随便凊彩的人，保罗讲什么？因为心思意念要变做空，因为心思意念要变做空。古早咱的台湾话讲头壳空骨里，内底无底宝贝，拢底迄个空的物件。伊要互人的心什么？黑暗，人的邪恶，人的虚假，是因为内在无真实、无良善、无上帝的光。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上帝的话细致。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互我的心思意念毋是空，互我的心清气，心手清洁，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互我无忽略上帝你的权柄。上帝伫咱个人掌权，上帝伫你的家庭嘛掌权，上帝伫咱的教会嘛掌权。所以代表讲，愚公的人，心内无上帝，目睭嘛无上帝。当基督徒，伊的目睭若无上帝，伊的心内若无上帝，伊就叫做空的人。主帮助咱，上帝恩典毋通看轻。上帝所予你的生命，毋是干那像我红豆仔汤会通买。我伫读神学院的时，阮的老师就捌一摆甲阮问讲：你的灵魂值偌济钱？一个叫做吴文牧师，伊问阮做神学生这学生，伊讲：你的灵魂，你的品格，偌济钱会当甲你买去？我的老师伊的意思就是，咱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无价之宝，无任何的价值、价钱会当买咱的良心，买咱的灵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细致。无亲像伯沙撒，亵渎伊的教诲，忽略伊的话，看清上帝甲你的关系，看清你做基督徒的本分甲身份。求天父上帝帮助，愿咱的生命伫在帮中讲起伊的荣耀。这是今仔日礼拜的结论。用我一生，互人看见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助，但以你。几千年来，真侪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甚至真侪神的人，真爱甲因的囡仔号做 Daniel。愿天父上帝帮助咱，
因为伊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主啊，求你予人知，你是阮的上帝。主啊，求你伫阮中间，予人知你是得当教会的上帝。兄弟姊妹，愿上帝充满你，陪伴你，予恁的家庭，予恁的事业，予恁的人生，予人看见你是耶和华的子子。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恭敬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掌管阮的生命，开阮的目睭，予阮明明看见你，予阮无搁再犹豫，予阮有这个神圣的福分，阮会让灵魂中间看见上帝你的荣耀。也求圣神帮助阮，互阮真侪主耶稣保护、洗清、分别做成的基督徒。对今仔日开始，阮的生命就是你的圣殿，伊无搁再做奢华宴乐，做生理追求利益的空间。主帮助阮，阮愿意伫你面前。恭敬来跟对你，你掌管阮的生命，来掌管阮头前的路站。所以，将阮教会这每一个囡仔拢交伫你的手中。阮期待将来因会当为上帝来活。所以，为着将来要成做你的路用，求主你的圣神对因细汉的时，就充满因，互因有智慧，互因有圣洁。互因一生分别做成，敬畏上帝。主，这是阮今仔日的礼拜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是咱用圣诗471首来回应上帝的听。471首，同世间沉沦伫黑暗的歹代，同世间沉沦伫黑暗的歹代，世间的真光是耶稣，那中昼的日，伊的光会照来，世间的真光是耶稣，来照群光，这光要照你，我知这光真正无通比，前我痴迷，胆会得看见，世间的真光是耶稣。圣诗471首，请起立吟全首。咱踮伫
请坐准备奉献。感谢上帝，予咱平安。愿主继续保守，后礼拜咱大家搁平安三见面，做礼拜。咱的教会这礼拜开始已经有准备直播的系统，备而不用吼。咱会将迄个 YouTube 的直播的账号甲 QR code 铺伫咱的LINE族群内底，尽量少用，来当咱俩做礼拜吼。但是若假使咱拄身躯无好势，咱就无勉强，咱会当伫直播的中间吼。因为咱做礼拜的中间，咱有具体的交通，嘛有圣神同在的交通吼。美国的教会、台湾人的教会差不多拢停吼。加州纽约，真侪台湾人的教会伫美国已经拢礼拜停所有的即个聚会吼。因开始用即个直播。咱为着全世界所拄着遮个疫情吼，咱求主来保守，互即个疫情紧紧过去吼。咱做伙来念祈祷的诗，耶稣听你，咱用即个诗歌来做咱的祈祷。
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咱一生中，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你进入感恩国度，耶稣听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咱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两兄弟大家平安。我要报告一项代志啦吼。这要安怎讲较好势啊？好，来我来讲，咱今年的母亲节吼，咱教会就无为着妈妈备办礼物，咱要邀请每一个妈妈出来吼，奉献家己，咱来为迄个武汉肺炎吼，足侪教会停啦，特别是迄个北美迄边的，因这礼拜拢总停啊，所以最近曾牧师接到足侪消息，因真爱听迄个台语的讲道吼，伫 YouTube 咱的教会有迄个台语的讲道平台吼，真侪人咧听。即礼拜牧师嘛尝试吼，带因做迄个线上查经啊。我咧想讲吼。既然足侪间教会怎啊无咧做礼拜，咱教会来预备一个迄个妇女主日。即礼拜迄个华姐讲，哇，咱的妇女主日要安怎准备？我讲，咱逐个妇女来奉献咱的心，伫即届的迄个武汉肺炎期间，咱来诚侪人心灵的安慰啦吼。讲咧，袂输咱真厉害吼。咱一个无厉害，咱甲我来一定厉害。咱来预备。一个迄个妇女的主日，其实咱即马就咧转播，咱的平台就开始咧转播吼。咱来预备，咱来互人，即马真侪人真爱听迄个台语的讲道吼，特别北美迄边一寡年纪较大，因拢咧找迄个台语的讲道。咱来有备，咱来请配合迄个华姐对咱大家的邀请，咱来预备一个迄个。一个丰盛的飨宴啦吼，我知影一个人没有力量，合起来就是力量。咱来甲这个，咱拢咧想讲，咱武汉肺炎期间会当做啥？我甲你讲，咱教会司机一个车500几个口罩呢，送出去啊，吼，有豪爽无吼？其实我即礼拜拢有敲电话，互恁要叫恁来到位到家。总算有2个姊妹来啦吼，咱这个举动已经过。我感觉伫个这个世界上的迄个伤害顶面，咱教会爱付一点心力。咱即摆来付一点属灵的心力。咱来母亲节吼，咱来备办一个迄个属灵的飨宴，逐个人拢出来好无？莫特别讲，互迄个花姐搁踮遐一直叫。
咱出来，咱献歌队咱来爱人对无？吼，我已经想好献歌队，恁若无爱规定坐做伙，咱会当穿水水摆遮吼，摆2排，吼，嘿，我拢想好啊，嘿，迄咱拢毋免烦恼，献歌队、服侍，吼，啊，请咱逐个来，迄落美秀，咱当时要练歌，嘿，下礼拜吼，所以迄个。好，咱礼拜后啊，家己炸饭圆啦吼，家己炸饭圆，来邀的家己炸点心嘛吼。咱礼拜了，后礼拜咱就莫离开，咱就遮咧。啊，还佫有吼，咱等者下迄个妇女的读册分享，请咱留来参加啦吼。我拢有甲恁分享的吼啊，相片甲恁分享的迄个大纲吼，家己写出来。啊，你若感觉牧师写了无齐全吼。拜托恁家己写互我，譬如讲我分享第一电视啊，第二电视啊，第三，啊，我会甲你放伫遐。昨昏吼，昨昏有一个中会迄个妇女干部，伊要来遮办活动。伊入来看着讲，哇，恁教会妇女足认真嘞，啊，毋知有认真无啦，咱家己想，但是真好看吼，就是讲。哇！恁的妇女足认真嘞吼，你们都有在读书啊，趁着期末真足好吼。啊，两位兄弟，我相信上帝伫伊的什么时阵，伊拢要使用咱，请咱妇女毋好欠家己，毋好欠家己，吼。甲即届母亲节吼，你莫想讲，教会开拢无买礼物互我。你就是上帝最好的礼物，把你送给全世界的妈妈们，看到你的服饰，好不？好，咱大家拢出来哦。后礼拜留来哦，巴肚枵的吼，家己炸饭圆，报告以上。这时我来报告。顶洲聚会主日礼拜出席89人，奉献6010块；主日学出席10人，奉献400块；早祷会出席4人，祈祷会出席14人。拜五的家庭礼拜暂停。本周聚会祈祷会拜三暗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港服侍师会后礼拜张世昌执事领师圣经班司琴陈惠安姊妹司献，张凤仁执事甲办官执事招待第一组爱餐暂停。圣眼光读经表以及每日灵粮，请咱照这听书家己来灵修。集体交通第一。咱教会开始设置直播的系统，供身体无好的人伫厝参加礼拜。第二，主日礼拜后，妇女团契读册会，互上帝空间分享，欢迎踊跃参加。分享的有谢丽云姊妹、周雅慧姊妹、张玛丽姐妹、洪佩婷姐妹。第三，有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愿上帝保守咱大家，无必要尽量莫去前往病院，用较济祈祷，毋通惊吓。第四，请为生日的人来祈祷。奉献报告若有错误，请过假人员来订正。大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第二，为彰化中会50周年事工祈祷。第三，为总会总干事林丰中牧师的健康来祈祷。第四，请为心身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第五，为教会青少年学业课业祈祷。升高中的有民语、素温英语；升大学的有迎新、银防、启温。第六，为结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七，为姊妹教会来代祷。富林教会、市集教会、德克达雅教会、
以上报告，这是咱的吟上营圣诗，圣诗511首。阿乐上帝至关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圣使，天下万民，永远阿乐白镜圣神。请起立吟全首，吟诗了，请张牧师祝祷。阿乐上帝至关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圣使，天下万民，永远阿乐白镜圣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当扶持，甲恁每一位三甲弟弟，对这事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闭会。喂。来，咱教会上帅帅哥，要过来带咱唱歌。好，自认为帅哥呢，这样进来拖。好，预备，开始。哦。你讲。感觉没有压力，感觉后面有压力，大家都在走动。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使伫遮甲大家做伙主持来敬拜，咱的手真正好。好，预备，来。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导就好。咱做伙来唱啊！对了，我唱哦。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你，拜3拜4拜5拜6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乐，我的耶稣对我真好，除去我的烦恼，给我的力量。我的耶稣对我真好，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
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乐乐，我的耶稣对我真好，除去我的烦恼，给我的力量。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乐乐。我的耶稣对我真好，除去我的烦恼，给我的力量。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我的耶稣。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好，咱将下面时间交予牧师，交予春华姐，交予牧师吗？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你，阮的上帝，你真正真听阮。阮感谢你也赏赐阮的教会有一群属灵的妈妈，真做阮教会，毋是干那家庭，也真做教会即个大家庭的每一个妈妈。主恳求你祝福因伫母亲节要来即个时间，阮恳求天父上帝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感谢你，互阮的姊妹，因不但是伫因的家庭的事务、教会事务顶悬尽心尽力，伊嘛用性命来编织灵命的家庭甲教会的摇篮。阮恳求主你祝福阮即个时阵，即个读册会。主通过读册会，通过见证甲分享，主你要造就因的灵魂，真做一个属灵的妈妈、属灵的阿嬷，伫今仔日照顾因的囡仔，将来照顾因的孙仔。主互教会也因为安尼来得到利益，亲像路底亚，真做一个将福音带入去因的家庭的人。主，阮将下面的时间来交伫圣神，求主你甲今仔日见证的四个姊妹同在，互因的见证会通造就人、感动人。阮将下面的时间交互因，阮安尼祈祷，结束性命，阿门。来，春华姐要主持一个。福伊平安，感谢恁大家留来分享。咱今日有4个姊妹，伊要分享给上帝一个空间。第一个是丽云，过来是雅慧，雅慧过来就是玛丽，过来就是佩婷，咱将这个以下的时间交给你们4个，但是咱若这分享了后咱请各位妇女请留步因为咱即马较等下要过来讨论咱迄个母亲节迄个妇女主日的一寡行程，甲安排那个神圣的职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牧师，各位同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欢喜有这个机会来做你给上帝空间的分享其实当华姐你讲的时阵，伊互安排我第8章。当我看的时阵，有一句话深深启发着我，伊讲玛利亚的性命一直拢有备好，互上帝来使用。当天使你也讲，你要怀孕生囝的时阵，那我咧想讲，若是有人安尼来我讲，我有可能会惊，因为迄个时代，人对迄种人的言语，应该是讲，即马即个世代，咱嘛是足惊人
人的婴仔话，特别迄个时代要忍受别人的婴仔话，迄是一件足恐怖的代志吼。即摆的人，我嘛是感觉讲，若互人讲婴仔话，嘛是一个足恐怖的代志吼。所以伊讲玛利亚的性命一直拢有必要，互上帝来，互伊的使命，上帝互伊的使命。所以咱就知影，想想玛利亚是一个，逐工拢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伊逐工做啥代志，拢甲上帝有结连。所以伊甲因将耶稣教遮尔好。耶稣毋是讲信心好，伊就会好。我相信耶稣伫伊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伊的妈妈所讲所做，拢是影响着伊。就亲像咱有当时咱你对囡仔讲话的举动，有当时咱不经意，总是有一天你向用看着，这个囡仔若讲安尼，当你回头看，有可能咱嘛是安尼。所以耶稣伫迄个所在，互伊的妈妈深深影响着伊的信仰。渐渐伊大汉，伊知影伊的性命是无共款的。所以咱嘛爱家己思考一下，讲有一天上帝互你一个任务的时阵，你该马上讲好，我做，我愿意。这个时阵，咱就爱想讲，咱伫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是毋是有上帝的生命伫咱的生命当中？咱是毋是有必要互家己、互上帝来使用？上帝爱咱做啥物？上帝伊欢喜咱做啥物？尼迦书内底讲，伊讲上帝讲爱咱，行公义、好怜悯、心存谦卑的心，甲主同行，这是伊对咱讲的话。所以内底伊讲，阿尼书内底讲吼，惟愿公平如大水滔滔，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想讲，一个公义，尤其特别这个社会，咱常常互媒体影响着咱的思想。透早起来新闻一个看，有足侪无共款的言语，咱要安怎分别？这就是咱的生命是毋是有伫甲上帝定君做伙？上帝的话语会互咱有智慧去分别好甲歹，对甲毋对，该做毋该做，这拢是咱需要。所以，我拢会想讲，什么是正直？正直是别人做毋对，随纠正伊，也是咱用一个疼的过程当中来包容，来用疼。当你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嘛咧想讲，当我做毋做一件代志的时阵，我的心会足艰苦。当我艰苦的时阵，我要安怎面对别人？我要安怎诚实别人认我毋对？这是一个需要勇气。所以咱嘛爱想讲，咱的生命有上帝的时阵，咱就会做一个较正直的人，而咱的行为、而咱的思想是一个正确的。所以咱要常常互上帝做咱生命当中的迄个主，就亲像我毋知是有伫倒一代讲，上帝互咱背后两个咱看袂到的实仔，一个就是祈祷，一个就是读圣经。当祈祷有够，上帝话无够，迄个实仔嘛背袂足悬。当我的圣经读足济，亲像法利赛人用圣经咧定人的罪，我无祈祷的时阵，我嘛背袂悬。祈祷甲读圣经这两个实仔，爱拢平均甲背会悬。所以，这是我个人的分享，就是讲，咱要互上帝咱的生命时阵，咱要有一个空间，让上帝来填满我们的生命的空间。祷告跟读经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是我的分享，谢谢。接下来雅慧。大家好，我是雅慧。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分享，所以我把上面我看到
节录的一些字句跟大家分享。那我轮到的章节是第4章受上帝话语的塑造。那我把我里面读到有感动的这些文字跟大家做分享。那受上帝话语的塑造的话，它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属灵的读经跟读信，它有一些共同点。那在属灵的读经是我们的态度，还有意图，还有方法。然后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省思跟祷告的心在进行。那有时候大家会分享说，读经其实不在乎速度，不在乎分量，重点是那个心意。所以在圣经，我记得我那时候拿到有一本小小本的和合本的圣经章节，他说敬拜上帝是用诚实跟心灵很环保。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在乎就是我一次可以念几个章节，而是说我的速度跟分量，还有就是它的深度，还有领受。那最重要就是在读经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的心敞开，因为有时候我们受到一些伤痛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自己关起来。所以当我们面对圣经的时候，我们先让自己安静，所以会有一些 QT 的时间，让自己心对上帝敞开，这样上帝的话语才会进到我们的里面。那读经的方式，它有分资讯式的读经跟塑造式的读经，然后它有几个特色，就是资讯式就是要读得很多，读得很快，有点像我们在读报纸或阅读一些网站的一些资讯。然后再来的，它是直线的，所以我们通常从第一、第二慢慢一直念到最后。那整本书把它读完，它就是属于那种资讯式。所以通常我在第1年读圣经的时候，我是比较像资讯式的读经，就是我快速把整本圣经看过，然后看过的时候，我大略会有一个构想，再搭配我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会快速的把这些经文吃到我的里面。然后再来就是说，第3步骤是有时候我们会用文字，就像牧师之前有分享过，我当初那修眉用经文修眉，有时候我们是会在读经的时候，特别在夫妻间会用经文来控告对方。所以他说这种是资讯式的读经，它其实有点我们试图要去控制经文，把我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可是实际上并不是经文要我们去诠释的。好，然后再来就是，对。我们去控制经文，让别人知道，其实我很懂圣经哦，其实我很厉害。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然后经文它就是一个摆在面前的一个物品，让我们可以去任意的去控制啊、操纵。那这种方式所取得的讯息，可能会带着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反观塑造式的读经，也就是我们怎么去受上帝话语的塑造。因为目标不是在短时间得到很多的资讯，就像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能会有某一个经文可能会深刻在我们的心。那像我的话，我有时候我曾经就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有时候当下就是不肯放手。就是你会觉得说，我已经投入那么多心力，我已经投入那么多钱了，我不想要放手。可是当下上帝的一句经文进来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遇到一个困难，是身体真的很不舒服，可是又不甘我花那么多钱来上课，都是被验照的对吧？然后后来上帝的一个经文就是让我好，我放弃。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人不能拿生命换得全世界，你要用什么来换生命？当下这一个经文马上进到我里面的时候，我就说好，上帝，我投降，我认赔，我要回家了。当下那个身体的不适感就解除。可是如果我平常不读圣经，其实上帝想要对我讲话，其实我完全听不懂他要对我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话语如果进到我们的生命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你会让这个话从你的心里浮现起来。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很纠结的时候，上帝就会说，功夫己心，如同，我紧张有点忘记了，就是你要先征服你的心，如同去征服一座城墙的那个意思。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背这些金句或这些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不一定要知道很多，就是我是重质不重量。所以即使我每次读的篇幅很少，我只能专注某一句，可是这一句话可能就可以陪伴我一整天，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然后再来塑造式读经，它是比较深入的，所以不是很急着去看下一句、下一段，而去想说这一段经文，上帝要告诉我什么，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等待的时候，上帝会透过经文来提醒我们。像我之前有分享过，就是因为我们是药业的厂商，所以常常爱去等医生，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等医生的时候，有时候的时间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我就会在整间就拿经文在那边看。那我那时候是读《荒漠甘泉》，然后就忽然有一句，当天有一句话就起来，赶快起来！我头抬起来，医生出来跟冲过，会给我签一个好签，我那个药就进去了。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有时候那个经文，因为其实我们会很紧张、很害怕，因为可能别人会不同意嘛，因为我凭什么要帮你？对，所以上帝说好，他就会签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读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会蛮有趣，也类似像跟上帝有一个互动的关系。那他最后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带着谦卑，然后乐意跟爱的态度，因为有时候爱的态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面对不可爱的人很难爱得下去。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透过圣经，还有一些圣经的故事去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再更强壮一点。那最后就是用专注跟倾听的心，慢慢的去读，然后一开始确定这一次读经的目的，还有上帝想要对你说的话，或者是说当我们在 QT 的时候，其实可以安静心，或者是说上帝，我想要问你，你给我什么样的一个 feedback？ 那安静下来，放轻松，保持清醒，不然看下去会想睡觉。对，所以然后同时也祈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跟上帝的话语。那重要的就是要放下一切的挂虑。有时候你就想说，等一下要干嘛？有时候干嘛，很容易就让你会失焦。然后安静下来，放下这些挂虑的时候，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话语。那也同时要提醒自己，上帝与我同在。然后把圣经翻到你要读的地方，慢慢的读，然后在字里行间稍微去暂停片刻。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着看着，那个字可能会跳开，所以书上有提到说，有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大声的朗读，或者是轻声的朗读。然后我的习惯，我会用笔指着每一个句、每一个字，然后这样念，让嘴巴念，耳朵听，然后让我去慢慢去想这一句经文，上帝要对我说什么。对，那我大概分享到这边，谢谢。感谢主，我在雅会这边领受很多。好，在我读这一本给上帝空间的时候，其实我对封面跟对序，因为我看一本书之前，我都会先去看它的序。有很多人呢为这一本书来做推荐的一个前面的前导。那其实看这本书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先读这个序？是我相信这一些会为作者来撰写序的人，他们看的眼光的确跟我们一定是不一样的，不会是一般的人来写这种前导序。所以我希望从这些前导序当中，来让我先更清楚这些人在读的时候他的观感是什么。然后其实看到序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分享，其实我难过了一阵子，不是难过，是 My God， 我为什么那么的肤浅呢？他说到跟上帝一起浪费时间，我想给上帝时间，这个给是什么？我们都错了。其实上帝是管理我们所有的，即使我们呼跟吸，都是他给我们的。那我为什么要给？应该是还才对。是我制造自己的时间太多了，而不是我有这个权柄要给上帝空间，是我应该还给上帝。我们的主权性太强了，所以这个给跟还，所以我在翻到这个封面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给错了。我觉得我应该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认罪自己说，
我不是给，我应该还才对，而且是要为上帝制造空间，我跟他的空间，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太多的一些诱惑，跟太多的捆绑，跟太多的环境，让我们蒙蔽自己。上帝其实都在我们身边，所以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光是看到推荐序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就是难过了一阵子了。我怎么那么的站在这个地方？我跟我老公讲，我2只脚合起来，只不过这个世界的一小点都还不止，但我却要给上帝时间，我是多多啊！所以这个名字让我省思很久，我躺下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归给上帝了。我站着的时候，我2只脚可能长宽几公分而已。好，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把主权交出来。我错了，我自己独立，把自己放大好多了。所以我用这样的心态来看这本书。这是我刚看到的，读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当你如果把你的心思，就在你吸一口气、呼一口气，都是要感谢主的时候，你看这本书的观感就会不一样。那我今天分享是第5章，新眼光。那新眼光呢，他有提到，因为我每次在分享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在想，我到底要分享什么？因为他这里67页呢，这里有一个讨论问题。好，我就来用这个来教具大家，来教具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他说你在礼拜堂的整体经验，然后他如何喂养你，有什么你尚未体验到的是你所渴慕的。我每次进到礼拜堂里面其实我不是很敢坐在最前面，然后我一定要预备很多卫生纸。我没有卫生纸，我就会开始恐慌，因为我恐慌不是我害怕，是因为我怕干扰到别人，因为我的眼泪鼻涕就会一直流。那我不是说我有办法吞进去，那我身体没有办法去拒绝。我哪把赛老船，我劈的老船，所以我必须要不干扰到别人，又能够领受到上帝给我的感动。所以他喂养我，他怎么喂养我？我进来我就跟上帝说，你每一句话都要带着权力，带着权柄，我要知道这句话就是你在跟我讲。所以牧师你讲话的时阵，我相信圣灵是带领我的。这句话不见得是我在今天或者昨天我生气难过，有可能它会让我感触到每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是那种很表皮的过去，可是领受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件事情其实是神在做工，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在礼拜的整体经验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要请上帝用最大的焦距灯告诉我，这句话就是你讲的。不过你要认真的去倾听，那来自圣灵的声音，就是要跟你讲的。那这个也是我想要的，所以我为什么会坐在角落？我们家爸爸跟我们家的儿子、女儿其实都习惯我那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孩子有时候就是妈，你怎么了？我说我就是感谢主，我不是难过，赶快把卫生纸递给我，不要造成人家跟环境的一些困扰。然后第二个，你是否有些礼拜的层面常常感动你，使你感受到上帝的临在哪些层面？为什么？这跟我的第一题好像有一点一样。上帝用他的话语，可能我没有像那个雅慧一样，他那种话，我就觉得哇塞，连吵架都有办法画出来。虽然这是不对的，但是想的就是无好话，不过各会当用上帝话来讲的话，我那时候他好理性哦，我那时候画出来简单利落。所以我有一个日本妈妈
跟我分享，他说国语最好用，因为日语一句话都要讲好几个字。他说国语简单利落、清楚，然后到位，所以他喜欢用国语来做一些督促，跟他们夫妻之间的沟通。好，然后我就想说，如果话能够在很急迫的时候，或者在急难的时候，这些话是上帝临到你，然后能够让你马上就是带把刀、带把剑，然后能够抵挡任何的那个仇敌的火箭的话，那我甘愿。可是脑子里面有时候一生气的时候，就会被世界就一堆话，就会一堆不是很好负面的事情就会出来。像我们家的我的队友神队友就会讲，我会连本带利全部拉出来，然后对方就会难以消受。那我相信上帝的话是带着一把他是带着一把两刃刀，可是在对我们亲近的人的时候，或许也是伤害。但如果那个话语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上帝也参与在当中，他是不喜悦的，不喜悦。如果那时候警觉性大的话，那我觉得感动的层面，上帝常常不见得就是礼拜。我相信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当中，就是跟上帝亲近的。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跟上帝亲近。我说了，像现在的那个武汉肺炎，有网络的一个分享，他说他呼吸了好几十年，都是上帝免费提供他的，但他今天需要人来帮助他的时候，花的费用却是如此的多，他好难过，可是也很感动，上帝照顾，在那不用花钱的时候，可以允许自由，然后呼吸都免钱。啊，你真的袂当用的时阵，无法度用的时阵，电脑爱开机。所以在礼拜堂当中的感动，其实只要你愿意接纳，我相信上帝就临到。只要你没有那个心，即使他在外面敲门，那个门神永远都听不到。所以感动是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你不想感动，你一直很理性，像有很理性的人，10几年了，20几年，可能到病塌那个时间，他也觉得自己软弱才是 yes。那上帝没有说不好，就是你也干嘛倔强跟温柔的一面跟倔强的一面，就会在我们当中在考验我们。然后第三，对你而言，上帝的话是否往往在音乐、祷告、讲道、静默或者圣礼拜的时候更加明显？我记得我在信仰的时候，什么是让我最容易进到心里面的，就是音乐。那个声音是，那个音乐是可以牵动，然后可以带着你，就很像在听一本故事。然后那个节奏就是非常的柔和，带进去，它不是那个很摇滚的，它就是很轻很柔，然后让我印象很深刻。哇，为什么会有人在音乐里面来赞美这个所谓他们口中的神啊？多么厉害！而且里面就是拯救，里面就是宝血，里面就是钉十字架的人，不是神羔羊的。我一直觉得疑惑，但我享受在那个音乐里面。包括当你难过、受伤，甚至在征战的时候，你没有任何话语，你也不知道、不知所措的时候，音乐就是你的守护。他会知道音乐里面的声音会让你意念进去，是我不是孤单的。然后包括在我们的礼拜堂的时候，你常常看到圣诗或者是献诗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知道我好想大声站起来 ，yes yes，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兄弟就是哎呀那而乐。可是就是要带一点比较庄重跟
这个拍手不是献给圣诗队的，这个拍手是我要感谢主，就是这样赞美啦，就是这样就对位了啦。但是我还是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心里面非常澎湃的掌声，好，所以音乐，然后再来就是祷告，祷告也是只要那种话语是对的，我就觉得 yes， 我每天都在 yes， 哦，然后再讲到上帝透过我们牧者的话来告诉我们，所以我每次眼睛雪亮的时候，睁起来的时候是，对，就是这句话，对 ，yes， 我反正是 yes， 所以他非常的清楚，因为我知道我的门是开的。那几句话都要进，好，那几句话都要进来，那是因为我没有 say no， 我没有 say no。第四题就是在你自己的礼拜经验中，音乐扮演的什么角色？就是又回到第三点，音乐扮演的就是，或许没有，我那时候如果我心里面难过的时候，一些声音或者一些旁人在那边安慰，我都听不落。可是那只要音乐一来了，我就觉得他带出我的难过，他带出我的不悦，或者我欢喜的时候，那个音符、那个音乐就会跟着我一起跳。我没有办法像那个音乐这样为它丢来丢去，但那个声音、那个节奏，他就带我去跳，像大卫一样击鼓跳舞。有法度做爽快，那丢来丢去，那你干嘛在唱？可是我也想，我就音乐会带着我走。我总会觉得说，其实我不希望说我是被整个那个礼节当中来束缚的，我不想这样，因为我只是一个小小人，我必须要遵照该有的礼节。但如果我释放出去的时候，尖叫、欢喜、流眼泪、流鼻涕，我都甘愿，因为我就是知道上帝在跟我讲话。然后第五个，你能做什么好让你自己在礼拜前有什么更好的预备心？感谢主，我有一个神队友，因为他非常遵守时间。为什么？亚公半30分钟，他一定30分钟前到。那到呢，我们就会就是到的时间就是有多余的，就是不是多余，是有事前预备的。不管今天走一走，然后呢来教会看一看，或者是你预备你的课程。如果今天没有守时，你就都会是迟到的。所以我就觉得预备的时间有可能在前一天，或者在礼拜6，或者是你在之前你就知道你今天要做什么，所以你要有事前的预备。事前的预备跟我今天可能我没有上来分享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看过去。但我如果需要预备的话，我就必须要有重点，因为我必须要把大家的思绪放在重点里面。所以感谢，不要迟到，因为你跟上帝上帝不会跟你有迟到的时间。迟到是为自己找理由跟找借口，好，迟到也是有一些惰性。所以我感谢主，就是如果陪伴的时间我都跟上帝约好，我为上帝制造空间，打破那个所谓的一些世界的一些世俗跟社会的整个环境，我常常要警戒心，就很像现在那个武汉肺炎一样，去哪里先消毒，去哪里口罩，然后看到别人没有口罩就闪，警戒心重一点。我相信不是给上帝时间，是还给上帝，为他制造我们跟他相处的时间，因为他都在我们当中，一直都在。好，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佩婷，我比较不会讲话了哈，然后很高兴妇女团契在这一次读书会让我上来分享。
那我要分享的是第6章哈，在信仰团体中认识上帝。我想问大家哈，你们有没有好朋友？有哈，好有好麻吉吗？好麻吉，有死党吗？还是我们女生说的闺蜜？你有没有？那男生说的，兄弟，我跳呗。我们都会这样形容吼，你最要好的，你有没有？你在心里想一想。还是说，像我们女生，好进入婚姻之后呢，其实我们进入家庭吼，你的好朋友都会很奇怪就失踪了，你的闺蜜呢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少联络了，好，最后呢就会变成，你的好朋友就是你老公，你的闺蜜也是你老公，然后呢，你的麻吉也是你的老公。你的瓦跳的就是你的老婆，好，这样子。那，如果你是这样了吼，那我觉得你很伟大，因为你把你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你的家庭、你的孩子，那你一定是经营的非常好了吼。那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吼。那，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吼，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太不公平了。她好辛苦哦，她要帮我们赚钱，然后还要当我们的闺蜜，当我们的好朋友，当这么多，对不对？很辛苦，这样子，我们实在是不要这样子折磨她吼。好，那我们都很希望自己身边有很多的好朋友，最好不是1、2个，是多一点，好，然后呢就可以一起聊天。像我有我自己的死党，那是很久就是国中时代的死党。好，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死党。那好朋友其实可以聚在一起，就是聊天嘛，打屁啊。女生我们就喜欢一边聊天一边一定要吃东西，对不对？要吃吃喝喝，这样会聊得很起劲。然后呢，可能就会聊自己的老公啊、小孩啊，聊八卦啊，聊什么？有没有很有趣？你是不是喜欢这样？有没有很舒压？你有没有觉得跟你的好朋友聊天哇，超有趣的？然后聊一聊，不知不觉就越聊越久，越聊越久，甚至有时候可能就忘记接小孩，忘记老公要你回家煮饭之类的，然后呢，可是我深深会觉得，聊到没完没了，可是聊到最后呢，聊完了，后面呢，好像就没有了，对不对？你聊完了，你都跟你的好朋友聊完天了，可是后面有什么？那身为基督徒，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像马约翰牧师说的，他说呢，这个团契的生活很重要。那在马约翰牧师的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一个潘霍华牧师，他说团契就是救恩的传递者，彼此相聚，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哈。然后呢，这个基督徒的团契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在这个团契里面。那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住园林嘛，所以我周间比较没有办法再回到主堂，因为有一些距离，然后就没有办法。但是我有属于我自己的团契跟小组，那是一个可以让你成长、让你很幸福、让你生命改变的小组。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小组也是会聊天啊，也是会打屁，然后呢，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会把自己的你遇到的问题、你心里的重担，然后呢，都一起分享出来，然后你可以分享你生活当中很多大大小小的见证，我想每一个人一定都有啦，你的经历、你的见证、你的看见，或是你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在这个团契里面分享。那我觉得真的很棒，而且团契小组里面的人呢，他一定会把你的问题列到他自己每一天的祷告清单里面。我不知道我的团契小组的人是不是这样，至少我是这样。如果我有听到了，我知道了你有问题，或者你需要代祷，我一定要把你列在我的祷告清单。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比我们的死党、比我们的闺蜜还要更好的，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在这本给上帝空间这里面呢，有讲到我们有团契，很重要，也很享受。好，但是有几点呢，要讲的就是我现在要讲的重点。第一个，在团契跟小组里面呢，请你要控制你的舌头，不要批评论断，因为我们呢很容易就是你知道吗？一个团体里面就是很容易长相、穿着、家世背景等等，很多都可以讲。但是呢，上面提到了，不要批评论断，好。然后呢，要谦卑，不要觉得自己很聪明，好，要顺服。然后要倾听。刚刚呢，我们前面的这几位有讲了，倾听很重要。你不只要倾听别人说话，你要倾听上帝说话，不能自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呢，抢着跟别人讲，要听，认真的听，好，听人跟听上帝的声音。然后呢，还要主动的去帮助跟关心你身边的人，也许他是你的小组，也许他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的朋友，也许是你的同学，都有可能，也许是你职场的同事。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要勇敢的跟别人分享上帝的话，你成为别人的鼓励，这样子。如果你以上做到，你的团契跟小组一定不会不喜欢你，他一定会很爱你，因为你是很好的伙伴。好，我的分享到大家到这边，谢谢。多谢这4位优秀的妇女，足好的分享。咱刷落来，要来讨论咱妇女主日的那个事工，是吗？已经12点，我要紧就是讲吼。